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SK Team 嘅 Ken Wong， 歡迎大家再一次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今日咧，我會同大家喺 Olympia Village 睇一個十分之優質嘅單位 Voda by Concept。咁大家跟落嚟啊！入到嚟呢個單位，點解話係我其中一個最近睇嘅單位係我比較中意呢？因為咧佢呢個單位咧，大家睇到啦，9尺樓底，咁咧好光猛，好 roomy。雖然個單位唔係好大，大概只有570尺，但感覺咧好開揚，佈局係好合理嘅。因為呢個係一個一房加書房嘅設計咧，大家睇到右手邊一入嚟書房啦，咁全屋用 Bosch 啦嘅電器，咁同埋咧 counter top 啊等等又唔會好佔位置，咁啊 layout 十分之實用嘅，擺個餐台、一張 sofa、茶几、電視櫃係絕對綽綽有餘嘅。咁同埋呢個風景咧係好開揚咧，大家睇到同對面嘅 apartment 咧有一大段距離，咁採光十分之好，咁住喺呢度我相信係十分之舒服嘅。咁入到嚟睡房啦，採光亦都係十分之好嘅，咁好 roomy， 擺到張 queen size 床絕對冇問題啦。咁點解同埋我好中意呢一個 layout 咧？咁佢佈局十分合理，兩面嘅衣櫃，跟住咧佢係一個可以睡房直達洗手間嘅設計啦。咁一個 ensuite， 咁你日常生活咧就好便利。另外再加發展商本身已經有 medicine cabinet 咧，可以擺你啲雜物。咁大家睇到啦，呢個單位雖然係有租客喺度住啦，但係你睇下好乾淨、好 clean、好企理嘅。咁喺呢一個門口入嚟嘅左手邊咧，仲有一個好大嘅書房。咁而家呢個 tenant 咧就係用作一個儲物空間嘅，咁但係大概擺書台啊、擺凳啊都係絕對冇問題嘅。咁另外咧呢個單位仲有冷氣同埋暖氣添。如果大家想繼續睇多啲咁正嘅單位咧，歡迎大家隨時喺以下留言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、share 啦。咁我係 KSK 團隊嘅 Ken Wong，多謝晒大家，拜拜。